Ricky's Running 今日嚟到西沙高 Park 呢度參加 Snoopy Run 2025嘅3公里賽事，我哋開始跑啦！正文我想先。3公里個人跑9點15分組別，號碼報3000至3349，請到召集處準備。請參賽者檢查自己號碼報係咪3000至3349呢個組別。所有參賽者都需要按照個人組別嘅起跑時間出發，否則就唔會計佢嘅成績。Hello 各位，多謝各位嚟到少年75週年跑。我哋咧會喺大概10分鐘度咧會進行一個頒獎儀式。咁請咁多位咧得獎者咧嚟到啦。咁我而家咧公佈咧就係呢個得獎者啦。咁包括男子6公里嘅人跑天平組，第1名係葉宇軒。咁麻煩咧就可以嚟到我哋台前面咧準備嘅係頒獎㗎。男子6公里個人組。第1名係陳永發，咁麻煩陳生咧亦都嚟到咧就係台前呢度啦。男子6公里個人跑公開組第1名梁啟恒，咁麻煩梁生咧亦都可以嚟到台前呢度啦。女子6公里個人跑青年組第1名胡子彤，咁麻煩胡子姐可以過嚟啦。女子6公里個人跑青壯組陳張鳳，咁請陳女士咧亦都可以嚟到呢度啦。咁仲有女子6公里個人跑公開組第1名曹元心，咁麻煩曹小姐咧亦都嚟到台前呢一度啦。跑後咧會準備頒獎嘅，唔該晒。真係佢有去本仔。晒劇，我需要呢隻水手。應該要有水仔。3公里
個人跑9點15分組別，號碼報3000至3349，請到召集處準備。Hello 各位，我哋咧稍後時間咧會進行呢個頒獎儀式。咁我哋再請咧就係女子6公里個人跑青壯組嘅得獎者陳張鳳嚟到台前呢度，唔該晒。咁同埋咧就係女子6公里個人跑公開組曹詠心小姐嚟到台前呢度，我哋準備頒獎儀式。我哋即刻答唔答？佢有三個幾鐘嚟㗎，即係佢夜都冇食㗎啦。係啊，佢晏晝2點，你到2點食完。Hello， 各位早晨。咁啊，歡迎大家嚟到我哋 Snoopy 75週年跑。咁啊，今朝早咧，我哋喺高塔呢度咧，其實好早7點鐘已經係第一槍㗎啦。咁啊，我哋而家就6個嘅頒獎啦，我哋咧會喺呢度進行嘅。咁啊，大家咧今日咧天雨路滑啊，咁啊跑步嘅時候咧，開心得嚟小心啲。咁啊，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開心嘅 Snoopy 喺呢度咧就係體驗下。咁啊，以後我哋咧就會進行呢個頒獎儀式㗎啦。咁啊，首先咧，我哋有請今日嘅頒獎嘉賓，我哋請嚟咧 Everyday 嘅 CEO， 咁啊，麻煩張兆先生，咁啊，同我哋咧就係做頒獎，唔該晒。好啦，咁啊，首先咧，大家咧以熱烈嘅掌聲咧嚟到歡迎男子6公里個人跑青年組葉宇軒先生，唔該晒。哇，葉先生今日好犀利啊！做出嘅時間咧係23分07啊，跑咗6公里啊，咁啊成績非常之好，唔該晒張生。好，我哋望住前邊。好啦，望住大會攝影師。唔該晒葉先生。跟住落嚟咧，我哋會頒發咧男子6公里個人跑青壯組得獎者係陳永發，有請陳生。咁啊，陳生做到嘅成績咧係23分37秒，哇，非常犀利。唔該晒，恭喜晒！好啦，跟住落嚟，我哋頒發男子6公里個人跑公開組梁啟恒先生，唔該晒，梁生。梁生做到嘅成績咧係哇犀利啊，20分22秒喎。好啦，哇！跟住喺落雨嘅時機咧，都可以做到咁好嘅成績。咁啊，麻煩張生繼續留步啦。跟住我哋今日咧就係女子組，女子6公里個人跑青年組，胡子彤，胡小姐，唔該晒，恭喜恭喜！胡小姐做出嘅時間咧係28分11秒啊！哇！全部都喺半個鐘頭以內咧就可以完成啦。好啦，跟住咧就係女子6公里個人跑青壯組陳張鳳小姐，恭喜晒，陳小姐。胡小姐做出嘅時間係29分22秒啊！
恭喜晒！好啦，跟住我哋頒發係女子6公里個人跑公開組，曹永心小姐。曹小姐今日咧係最早嘅一槍嚟嘅，7點鐘咧就已經開始啦。不過到咗而家咧好犀利啊！雖然有少少雨，但係見到咧咁多位路跑嘅精英啊，應該都唔係好擔心雨啊，雨戰啊，大家應該好集中㗎啦，都好習慣啦 ，OK。咁啊睇下大家啦，嗱，呢個 Pinnacle 咧係跑2個圈㗎，2個圈，咁中途咧係冇水站亦都冇手帶嘅，咁啊考驗下大家嘅記性啦。記緊自己嘅圈數啦，咁然之後咧，當要衝線嘅時候咧，就靠左入衝線，好似你哋喺 F1 咁樣特別咁樣就啱㗎啦。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呢槍嘅人數係相當之踴躍嘅，有成300幾個啦。咁所以啊喺前面咧，起步嘅小細啦，咁啊俾心機啦，喺你哋亦都冇爭先恐後，我哋嘅目標咧，開心咁去玩今日嘅比賽，亦都安全嘅完成咧，就係我哋今日安全嘅目標啦。咁啊，亦都睇埋大家啦，咁因為咧唔同嘅健兒有唔同嘅差別㗎，咁所以咧開心跑嘅朋友仔咧記緊跑嘅時候咧靠右邊跑，留翻左邊條路俾我哋嘅頭車或者係做成績嘅跑手咧喺左邊咧做最好嘅邊邊出嚟 ，OK？ 咁啊，同一時間都睇埋大家啦，咁因為咧都落咗一陣嘅少少嘅雨雲啦，咁啊咧避免咧亦都相當之濕涼嘅，最緊要安全慢慢就 OK。喺跑嘅過程裏邊咧，千祈唔好停低你個腳停啦，急住時之後喺度影相 OK。跑完晒啦，我哋先至慢慢咧同你嘅朋友仔影相，亦都記住啦，如果點跑嘅時候咧，手攞手 OK，唔好組成一面。完成咗賽事之後咧，你就可以同你個朋友仔啦、你個伴侶啦、你哋其他咩都好，聽住手衝線係冇問題㗎，起跑嘅時候就千祈唔好啦。咁樣我哋咧再一次咧請前面或者所有嘅朋友仔都望喺前面嘅鏡頭啦，咁啊前面嘅我哋負責嘅都亦都好精彩，我哋亦都舉咗隻手，希望可以埋你哋把聲，我哋送3聲啦，預備1、2、3。你哋係咪未瞓醒先？你多次預備1、2、3。好啦，我哋咧仲有3分鐘咧就要開跑啦，咁亦都不厭其煩咁提提大家，咁啊再一次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師傅啦。咁啊雖然有少少嘅影響咧，咁啊嚟咗大家參與今次3K嘅賽事。撞爆啲，撞爆啲。笑啲人帶住嗰啲。記住自己嘅圈數㗎，咁啊完成咗最後嘅圈數之後咧，記得啦，好似你哋睇好似咁樣咧，左邊擺字㗎。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天雨路啦，咁啊小心咧自己嘅頭髮啦，唔好跣親啦。哦，呢啲仲要去咁亦都提一提咧，所有嘅跑手啊，開心 enjoy 嘅比賽就最緊要㗎啦。買晒呢個錢。歡樂跑嘅朋友仔咧，我哋應該靠右邊跑，盡量留翻條左邊嘅通道，盡量留翻賽道左邊嘅位置咧，俾頭車咧去引領我哋要做成績嘅跑手。咁啊，亦都見到後面嘅朋友仔咧都準備好啦，咁啊趁住我哋仲有5分鐘嘅時間咧，咁啊拉下燈啦。咁啊，亦都睇睇啦，3公里咧，其實咧就都唔係得幾嘅，好快就完成咗先。唔係佢驚你要行你。好容易咧就會拉車，咁好似我咁樣，
睇唔到號碼牌啊！我要飲。點樣計？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過咗呢邊之後，記住盡量靠翻右邊啦，盡量靠翻右邊，盡量靠翻右邊啊！你都唔熱衷，低住下船馬喎。唔熱衷。我都唔會理學校嘅人對我唔會對住你啦，但係唔會理人哋點睇我咯。我真係唔會。
香港而家係一個鐘。好攰啊！